日子，見證小朋友們人生中第一個畢業禮。喺呢段快樂嘅成長旅程中，孩子們學會了知識，學會尊重、有禮、有愛、好學，更在老師同同學嘅悉心栽培中茁壯成長。現在，讓我哋懷住感恩嘅心，共同祝賀呢份成長嘅喜悅。歡迎我哋陪到美麗可愛。
多謝同學精彩嘅表演，請 KV 團體同學留步。秩序10禮成，培道中學2024學年度畢業禮圓滿結束，祝各位同學進步，秉承培道優良嘅